做调查，幾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，就算退休嘅，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，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。發揚同學會特設設計3種挑戰，共下討論選出1個項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準備了，推能共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旅程。我係裝水廠哈，因為我都在身心障礙團體裡面啊，做律師嘛哈，退休㗎又嘟在律師上嘅方面，就大家就很愛做啊，冇辦法，經驗就差不多體諒人嘅。因為你要較弱勢嘅哈，想要多加幫忙哈，可能整體都應該愛嘅照顧啦哈，還有哦，按本日都快樂。啊，我是朱永正。然後今年是66歲，退休以後就是回到這邊來跟父母住了，因為父母年紀也大了嘛。然後回來這邊種菜園啦，種這果樹啦，然後有空的時候就跟同事聯繫啦，然後去做一些旅遊工作啦。今年65歲退休後，因為沒事做，我就去考天路班，再訓練。打發時間哦。唔該，我現帶兩安全帽誒，我今日來到也係中華三興茶庫，今日我拜訪嘅也上嘅泰國呢，伊呢都係台鐵嘅退休員工，我來問看下伊呢有乜嘅故事同我講。以前好像最辛苦的。大哥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就係朱大哥、莊大哥同張大哥，好。能弄會同我用呀？該不會就是因為能投拜在這邊工作？對，差不多2年級下學期，我們就有點校外時間就替拜。接觸到沙飛嘛嚇，要接觸到鐵路橋，約你啊，想我來回顧以前差唔多40有很假哦。跟40多年前屯亞哈差別有很大嗎？有建築物是差不多啦，都一樣，因為是古蹟了嘛。建築比我哋較老，較冇咁忙碌樣嘅，因為而家可能忙碌保養嘅方式，還有電氣化，還有你按照柴油車哈，比較少啦，較少嘅。因為像以前做過一樣嘅，啲咩引擎啊嚇，要剝下來，要一卸，要卸鼻槍來，啊擦下，因為有啲動到污糟，要吐鼻槍來。哦，真嘅去做頭路嘅，睇台鐵地方能做乜嘅？我哋審查吼，假是可以靠高雄高工嘅建構合作班，哦，假是自聽講，人家班出來就會做鐵路嘅司機，就你批就個路就讓你土起講而去試火車。哦，如果你一班就是火車司機耶，所以你們都是火車司機？是，對，我們都開過火車。哇！也很多位大哥係台鐵同高雄高工建構合作嘅體檢嘅學生誒，大家所是誒為50年，對讀高工時期就接受鐵路局嘅訓練，因訓練因做，做到民航係負責師傅查嘅運轉數。善行車庫它是日據時代就做了，因為我們的火車是單向跑，對不對？蒸汽火車後面是玫瑰車，玫瑰車你看不到前面。所以一定要轉向。機車如果是從高雄上來頭向北的話，你如果要往回拉到高雄去，頭一定要往南，所以它要轉向向南。真的是值得懷念的，因為善行車庫看起來就是這麼古老，這麼很迷人這樣子。不一樣的是說，以前柴電機車非常多，這個地方是真的是我們第一次跟火車最近距離的接觸啦，冇想到講，而家會變到一個觀光景點。以前喺外頭都該，唔好講留下啦，就已經留下的很多的那個汗啊，都係流汗流蕩蕩啦，而家唔會後悔啦，知道咩一閃七樣誒，讓你看到火車就
想讲，杀来做司机，噶有安尼心理，夹来毕业无，夹来做兵转来哦，来试喝茶当皇帝安尼。实习你们也才16岁，嘿17岁左右，甲17岁。甲倒了做哦，叫做种凉拌啊，注音了的吼，主管营养有噶哈。嘿吼，对呀，因为你们那时候应该就是还是调皮的时候，对。你落呀又按危险，系啊，懂了嘅，系啊，佢主管佢咩讲都出事情。能跟哈鲁什么都一直在一起哈，对，哎，下班就喺度宿舍啦，呀，茶库后背有宿舍，就住宿舍，哦，哎，宿舍哇，那真的是整天都在一起呢。对啊，都腻在一起。但你们会吵架吗？会啊，口角当然会。小口角啦，真的。吵什么？吵什么？那时候吵什么？有什么？打球怎样那些，还要抱怨说哪一个管我多严了，怎样？对，主管是有什么问题？哦，都会骂主管就对了。刚才咯，太搞到衰叫啊，是没 Q 他，所以没 Q 他。所以你根本你喊过来，喊个脚步长就你慢一点，不是可以。哦，按说过哈。对。哦，咕噜兄兄弟兄兄呢？对，兄弟亲。对呀，因为你们从那么年轻就没有跟家人住哎。对啊。第一个月哈，就看不惯，有的人会叫呢。哦，那你们有啊？你可以觉得啊，有很多，然后都太家关了，都 Q 安了哈，就唔会了。为什么你比较北部？感情啊？因为我们是可能比较偏北部啦。放假在一起要回去都连要回去都还在一起。用哈，但是唔讲乖是乖啦哈，但是也有较调皮的啦。唔好讲骂人啦哈，你一家卡输就好啦，哦，一家卡输就好啦，啦。没有，用的蛮皮，用。庄瑞昌是很活泼啦，我两啥是算在死党啦，我要就是讲啦，伊较有叛逆性。朱大哥他是比较战战兢兢。做些懂认真，认懂落实，张大哥他就是比较随和，不会有什么计较那些就。给你驾驶室哈。驾驶室就多了。哎呦，按好呢。多了，以前I看完太久哈。你们上次坐上驾驶座是什么时候？就18岁啦，18岁坐那边。那离上一次最后一次。坐驾驶座是哪一年？我比较早退，民国75年，因为我开火车开将近10年左右，我就换成那个公务系统，就是工程。你是2年冇坐过驾驶座哎，32年哟。现在还可以进去吗？这个是保养的，可以了，有资格了。但是在路线跑的我就没资格了。要不你抽一下。新养鸭就问过天才了。哦，哇，好挤哦。感触很多。还有鸭哈嘛，该感触。对啊，3人也冇抽到安尼。复查吼冇方向盘，主要其实控制油门老俩在刹车。压刹车。要是刹全列车俩就单检查一闸，所以讲你头19闸，不管多闸，全部扣掉，就是防醒了，就是你打瞌睡，你打瞌睡。所以你们要一直踩着的意思吗？踩了要时间大概60秒，你要换开1次。放开4秒，你要踏下去，踏下去以后，你如果再放开，那就再重新继续再踏下去。如果你1分钟一个靠听，你都有拿下去，确定你就是都有记得那个时间，没有哦。不是说刚开始查玫瑰辛苦呢哈，哪一条线是最难开的？淡水线好，淡水线以前月台短，对，停车道又多，人又多，附近居民又多，最怕人多。本人啊，会吓到该啊，穿了黑的哈，懂得外呢。难得，俺们都在吃困难嘛。做对了。哎呦，感觉好像有3个教官哦。哇，好挤哦。对啊。好，所以是这个要开前跟八股。要个黑刹车，感觉怎么样？
感觉就是没有在开动。就很好，觉得如果真的是开动会很紧张对，你会觉得哇几百条人命都背在我身上。没错。那这样子你们是一起住多久？这样是从16岁开始住到当兵，3年读书时间，然后当兵不算了，当兵各自去当兵，回来又住在一起啊，混了很久了。哪一个今天跑去约会都知道。那时候你们老婆知道你们是火车驾驶是什么反应？他们认为很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火车司机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出轨。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赚到一个冷笑话。对啊，实际也是。我们就随时告诉自己不要开车出轨啊。谈论也到泰國來老貴嘅山形茶區，佢前從未看得到嘅東亞書院嘅情形，而能相互見證對方對調皮嘅泰西亞來嘢，而竟然變做意思嘅代火茶司機。以前他有那個燒煤炭的大鐵剎車皮啊，他有時拿起那個火爐燒，手都縫縫哦，偏檔啊，細密細細啊，這樣你飆落去，半點鐘。就坐在吃饭的，跟翻入貨車。哦，係哦，剎車皮還記得嗎？對，還記得了哈。最古老鐵板。那剎車鐵，對，燒紅紅的。那我們便當啊，一個剎車大概可以放3個便當，這樣。而且都不用電費呢。對。也不用買電鍋。好了，瞅一下。今年還有特別哈，請當創業的就講人家的同學哈結緣的個那個源頭，你看，呀。哎呦，也可以了，懂有歷史呢。招生簡章。當初一直跟我爸爸、我哥哥一直在討論，我們要選志願。有1、2、3、4、5，又三角形，又打叉叉圈圈的。有中油，有台電，有台糖。鐵路局只有50個一個班，這是全省招生的，7000多人錄取這些人。這全部。这我们高雄高工毕业纪念册都留着。你们在哪里？我要看大头照，看看你们的最那个年轻的时候。青兔的就很矮嘛。样能班。这个就是我。有。还蛮有那种日剧男主角的感觉哦。配角。我用啥？我纪念册就排球啊。能排球啊。差东多。你们好像比较有变，然后朱大哥好像比较没有变。这样子。我订婚的时候，我老我祖父祖母，然后这个我这个太太，这个我妈妈，爸爸这个我媒人。这个是以前最流行的这个艺术照的，流行的 pose。你看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以前当司机员的时候，司机员的制服，对，很帅呢。这我们3个，那这个我记得是在阿里山哈，还有，毕业旅行，对，62，对，我们3个那个很会唱歌，充满了狗那个客家山歌啊，退休了这几年，这5、6年就常常去比赛。现在唱个2句，唱一下，我还没有听过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鼓掌一下，好，唱个2句。唱个2句，哇！恨爱又來唱那歌啊，莫將有笑那，唱漂了山那歌啊，結平了腰啊。你看，好歌喉啊！好厉害讚！三位泰國個退休過後嘅人生，應該送本人嘅馬嘅來突破挑戰人嘅自家好呢？從泰國校唱歌嘅來鼓勵人哋整樂團來巡迴表演，也係校中賽嘅主泰國來變成做太廚，帶領安多嘅同學來挑戰料理出適合我親密嘅百年百法。另外，佢隔下嘅3年就來挑戰人哋雌雄式上戲嘅舞台，來表演一場原發歡迎魔術好啦。
上课一定是你第一名啊！好啊，你们也可以学啊。啊，哦，你有这个细胞。天生没有做好。我跟张耀昌的话就五音不全了，所以我们不敢接受挑战的。我上到技量啥，对个音感啊就，实在讲啦哈，有较无按巧，所以我有拍摄难为技量啥。那做菜这个又是属于这个女人的事情，我们是可以做啦，但是做这个把会给小朋友吃，我怕最后都是我自己吃，因为我手艺不好。魔术训练来表演，应该可以赢得观众的喜爱啊。运动冇问题，因为我始终係自家學物嘅就比人較強，不過呢學物嘅就重要。因為至少我想說，你可以騙孫子了。決定了就要學到那個。那我可以騙到人的東西。可以騙到，要真的騙得到人，對啊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們就要找專業的咯。最好能變錢出來的。精彩嘅魔術表演，嘅是唔係一般人角度嘅，唱書法愛國很簡單哦。喺增加儀式當中，魔術師嘅技巧同反應都係得意。韓國藝人嘅魅力，按用嚟利用手腳眼神嘅動作，來讓觀眾看到唔會做人，咪係會成功，也係會失敗嘅關鍵哦。大概會看到人魔術表演哈，那種印象就講道具裡面有機關啊。可是有的變到動態啊，你哈，像馬個偵查邊唔見得啦，我就大概想講，這個是什麼障眼法還是馬個？之前我所了解的魔術，應該無中生有，你想象不到的東西。變鴿子最多，鴿子來了沒有？變氣球啦，變毛巾出來，這個都很多啦。這個也花樣也不錯啦，是可以取悅的觀眾這樣子。一拜啊！为了我们要学变魔术，找了一个真的很专业的魔术師哦。你懂哦。你們會想說他會教你們什麼？可能變錢沒那麼容易。變錢啊，他說要變錢，可能撲克牌會免不了哈。哦，撲克牌。這比較常見到。還有你們有想要學什麼的嗎？覺得還會有什麼？看到才知道，看到才知道。而且你說變錢，那個魔術師真的叫跟錢有關。嗨，開始老師，好久不見。我帶3位大哥。大哥好，來跟您拜師了。老師好，老師好，你好，這是莊大哥、張大哥跟朱大哥，這是 Cash 老師。想知道怎麼變錢嗎？當然，我相信老師一定可以。我不確定哎，我想老師這邊一定很多寶物。通常當魔術師不是那麼有錢，像我這邊只有一張100塊，對不對？我只要這樣輕輕的摸一下，它就變成一張200，200只要甩一下就變成1000。這個就是我們賺錢的方式。哇，真的隨便都有。魔術大師蔡俊業13歲就開始學變魔術，也擺去參加兩岸三地嘅比賽，咪也擺接觸邀請喺國外駐點表演，做得講係國內魔術界一等等級的人物咯。這個是我非常喜歡，但是它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魔術。其實，來，我們現在看一下，它就是一些鐵環。你先聽聲音，是結實的吧？仔細看哦，盯着看，不要眨眼睛。3、2、1、2、1。進去了，對吧？來，從這裡1、2、1、2，但是呢，有辦法穿進去，當然還要想辦法把它拿出來，像這個樣子。你看它這樣就出來了。哦，手法還很漂亮。再次哦，第二個，動作很強對不對？好，最後一個，那這位大哥，您的一隻手指借我。摸這裡，在這裡。好，待會呢，我會從這個地方把它拉出來，然後拉出來的瞬間你是會有感覺的，會有一點痛，你應該不介意吧？還好老皮了。就從這個位置哦，好，摸好了，準備我會讓你感受到。來，1、2、3，你有感覺到嗎？沒有感覺，對不對？好，來，那你再幫我拿着，來，這樣幫我拿着，像這樣子。好，來看仔細嘍，讓你感受一下，是堅固的。
对吧？来，3、2、1、2、1。快啊！手可以放开，这感觉就好，手可以放开。高干了。还有来这里哦，再做快一点的话是这样子，那就进去了。好，换你帮我拿着。魔术说的是很细腻的，锵一下子就铁环就勾上去了。蛮有自信，应该是可以试看。先思考一下怎么拿出来。可以先思考一下。大哥们在研究铁环的同时，我这边又有一个东西，看起来非常的普通，这是绳子。好，大哥帮我检查一下这条绳子特别短。好，再帮我检查一下这条绳子比那位大哥的长一点。那这个呢，又比中间这条短一点，可以拿去看一下。它这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接缝机关或者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可以检查一下。就是普通的绳子，普通的3条绳子，我把这3条绳子靠在一起，短的、中的还有长的。现在呢，3条绳子长度完全不一样，帮我对它吹口气，吹气之后怪事就会发生了。你看，它的长度会开始慢慢发生改变，就算你从后面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，对吧？它长度会发生改变，改变之后它就会看起来好像是3个都一样长的绳子。而且我一条一条拿出来给你们看，这是第1条。摸一下，可以吗？而这个呢，它是第2条，摸一下，这是第3条。现在3条绳子看起来是一样长的吧？绳子怎么长的、中的、短的变起来都一样长，就觉得很奇怪啊。但是看一看魔术老师又告诉我们，这是要技巧要很好，要常常练习啊，才有这种能够纯熟的技术表现出来啊。所以也觉得有点担心哦。我第一次跟魔术师接触的那么近啊，觉得很敬佩魔术师，真的那么靠近还看不出破绽，真的感觉他们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因为魔术它有它的奥妙，而且还要速度，不然的话，我认为是也没办法说100%来胜任。变魔术啊，通常你的手要很灵活，对不对？常常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，就是你手要灵活。刚好老师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练习一下我们的手指的灵活。我们把我们的这2只手指并起来，后面2只手并起来，变成像外星人的手一样。哦，已经觉得有难度了，对不对？很快速的开合嘛。接下来呢，你看我换动作，我们2只手同时换动作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哦，这很难。可以了。庄大哥厉害换回第1个动作。我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，换回第1个动作，快速的换。哦，这个很难。你已经觉得这样很难了吗？对，真正难的现在才要开始。跟我一起做，跟我一起做。我们的左手维持现在这个外星人手势，右手换成另外一个动作。哇，那更难了。这边左手不动，右手变这样。然后现在你要挑战自己哦，2只手交换动作，然后再想办法再换回来，要很顺的换回来哦。这是纯粹是训练你的手灵活，它是可以互相卡进去的。接下来跟着我一起。穿过去，穿过去。我们要很缓慢，很难吧？很缓慢，真的很慢，哇，很难呢。可是呢，其实这个动作你常常练啊，对你的手指灵活，对你的大脑都很有帮助。对，庄大哥好像还蛮厉害的哦。哦，慢慢来。其实一开始这样已经算不错了，一开始这样真的算不错了。一开始练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手要打结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不太可能有人一开始就很顺。这样子。你完全开创自己的风格啊！这样可以，但是夹中间换这个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手的灵巧度啊。我们初学真的是很困难啊，还是不简单，还是要多练习才有办法。老师看了大哥他们刚刚这样子的示范，你觉得你可以为他们打造什么？其实呢，每一个人只要能够认真练习，都有机会可以学起来。对。先生看一道泰國嘅數字由一成發咧，嘅天本狀泰國來學難度4粒成嘅試練款，愛狀泰國學3粒成嘅長短手表演，接下來還有哪道魔術愛學呢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铡刀，在这个地方，不要随便摸。等我把它弄起来之后，待会呢，你帮我一个忙，好，把它穿过去，拉紧哦，拉紧，是绝对安全。应该不是这样子吧？效果。来，现在我把这个弄，你也会做效果。那你帮我一个忙哦，来把你的手伸进来，
我考虑一下。拿着手心去。我这个打电脑的，比较不常用了，这打球的不能试了。打球要用是不是？那这手应该比较少用咯，对不对？我为了怕你害怕逃走，搬起来，发抖了，你看这手，应该是没事了。不敢看，不敢看。好，来，你先感觉一下，这个刀子一点都不利嘛，很安全吧？很硬的，真的吗？我考虑一下，换别人的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魔术，说实在的，我表演生涯里面只失败过一次。哦，对，但是今天是第2次表演。请帮我打电话。今天是抱歉，刀子是安全的吧？不安全。不安全。真的吗？很硬。盯着他看，你要有勇气盯着他。3、2、1。哎呦，手断掉了。哎呦，明明知道是效果，还是会怕。哎，你这个纸有切断呢。张大哥眼眶泛泪。7、8年、10几年、50年的友情没有人要救我。以后我准备讲要。我跟你道歉，我刚刚笑得太开心了。我有帮你发抖啊。还好。哎，所以老师他还是会失败，有可能失败。如果你不好好练习的话，还是有危险性。哦，还是有。朱大哥还没有切别人的手是可以。对，当然是要切别人的手，那给你们是切自己的手。切自己的手就没有意思了，要切别人的手。而且朱大哥就是这个还要有一点演技哦。对，就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其实就像这类型的魔术啊。你只是知道秘密，它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知道秘密，知道它怎么操作，它是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带那个气氛，让观众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可怕、很紧张。对，这就要靠表演了。真的哎。对，这个魔术难是难在表演。真的，对，因为我们真的都知道。不过我刚刚不是表演了，你看，我真的表演了，而且他真的有眼眶泛泪。这个就是呢，到时候要表演的时候要带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要这个样子，手放进来，对，再把它扣，然后再把它扣上。没关系，不用紧张，我只失败过一次。对，我只失败过一次。今天是第2次表演。我同樣上尾泰國啊，就係第一擺安尼圈圈的，看伊啲專業嘅魔術師來變魔術。唔可能咩？我同人傾向本單，我咁我講變魔術唔係攞道具哈，唔係攞個簡單哈，唔是嘛個技術哈。唔安尼圈圈咧，看唔到嘅地講，一簡單咧，陶技其實也難，因為我本人看唔出有嘛個破綻，啊唔嘅手法，尤其安尼看先生，伊嘅動作路係過優雅，慢慢咧，啊講法又過輕了，又唔是多講嘛個，啊你不一樣咧帶出來係。佢完美嘅一隻表演，其實我感覺係幾難呢。嗰個陶技就算簡單，我表演都好，也係冇咁簡單。啊，泰國呢，伊能同我傾下呢，可能感覺伊能都非常緊張嗬，因為可能伊能如果想學，唔過呢，伊能啲嘢先生係用嚟表演呢，更加如係幾準咯嗬，如唔係講伊能表演呢時就會用呢，嗰個伊能更加如善忘應變，我沒有去看一下伊能變動用嚟嘅。會讓你們3個人合作，喊周隊嘛，2個人幫你拉繩子，差不多60分咧。真勁哦！對，60分。哎呦，安尼唔好查哦。加建議拍要90分。嘿吼。雖然有專業嘅魔術先生來教，不過也就睇過行係受聰人嘅教養嘅，規範都無法度一步一步嘅好好練習。伊能夠認真，還同先生嘅表演教學方面留下來，可能來應學演練，甚至還要求來相互共下監督大家嘅進度。要好的加強啊！我今天啊冇啊哦，安尼喂冇辦法啊！哎，朱啊！哎，二叔啊！哎呦，那麼認真啊！哎，你到底練怎麼樣啦？那麼認真啊？要多練幾次，要純熟一點才要放。我也有帶呢。哦，也要練。等下互相較量一下。我也要看你練得怎樣啊。是。那先看你的表演看看好。啊，來，先檢查一下，看看我們的繩子啊。你不要漏氣哦哈。啊。哦，練那麼久。這繩子的拉桿呢，這很結實啊。哎呀，好。你要盡量用緊啊，然後綁好。好，來拉緊，你看，好。
来，我手放这边，绑个死结啊，用力一点哦。哦，可以吗？哎，没问题。真的？你看那个手这么紧的。哇，好看你玩了。再来。哎，这已经挑头猪的了。哎，真的是头猪的。哎，啊，这样太低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呦，我看你，这太低了，拉再高。都带几天了，我。哎，有了。哈。哦，我以为他好像自信满满，结果我看他还是那个动作哈，还是很生疏，因为他熟练度不够，所以他表情没办法出来。还不到70分呢。那张耀昌哦，他喊得更像，总不得讲一气呵成。我们故意跟他聊天，看他有没有办法专心。哎，你要当成台下有观众，要跟台下互动。你给没看哦？哎，一样长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3条都一样长的感觉。我看他也是有一点紧张啊。很厉害哦！你看，哎，这就有没有像？有像老师了啊！哎，大家看啊，我假装有观众了啊，注意看了啊，这看起来你看不是那么容易啊！哎，都跑出来了，厉害吧？真的厉害！就是说演技是已经练得很熟练，不过还是肢体语言哦。表演哦，还有可以再加强的部分呢。练了几多年，也到泰国的书法虽然还没几流利，不过近来仍有自信。如果无乜嘅表演經驗呢，亦能上上嘅，還當愛有專業嘅表演課程來加強伊人嘅舞台魅力。它是另外一门功课啊，就是講在舞台上，要怎麼樣講話，怎麼樣跟觀眾互動？有些魔術表演會讓觀眾好像呢，哎呦，緊來緊講哦，看到動家呢，連呼吸都不敢呼吸哦，那種境界就是最高境界。你參加比賽在台上比較習慣啊。不過按你表演冇強樣。到了。老师好，欢迎！哎，听说你们是要变一个魔术嘛？哎，对，那准备要表演魔术，请老师指导我们表演肢体语言啊。哦，是，那我们可以表现得更好。哦，我们练习了好几天哦。是。哎，发觉我们肢体也真的还不行。基本上表演啊，我们要吸引别人目光嘛。对。首先啊，在舞台上很重要，其实是我们的眼睛。对，就是你的眼睛必须要是打开的。对，好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练习好了，瞪大眼睛。我们平常如果这样子瞪大眼睛这样看别人，人家会觉得你怪怪的。对，所以不会是整个这样把它撑开。可是那要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眼睛是打开，可是又不是这样瞪大的？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，就是把你的眼角这样子往后拉。对，现在再把眼睛稍微打开一点点，比较不像在瞪人了。好，你现在再讲你的台词试试看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表演的这个铁环，你看都非常的这个跟一般的完全一样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那现在你先用你原本的方式讲讲看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表演这个，因为这个张力就不一样，因为你看你眼睛打开的时候啊，你的脸颊的肌肉其实也会整个提起来。你们会发现我在说话的时候，事实上我都是比较是上面这边的脸在动。比较不会是只是下巴这样子在讲话这种感觉。好，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练？它有点像是打呵欠，不是这样啊，只是不是这样打开而已，就是把你的脸颊这样推起来，然后故意这样往后推，然后下巴整个往下掉。3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往上提，往后推，然后往下掉。啊，我先故意夸张的这样讲，大家好。就是听起来好像那个刚睡醒在打，就那种感觉。来，你看哦，来大就要分3步哦。大，有没有到那个要整个让它下去？大，对，很好。对，很好。大，下巴往下。对，下巴往下。
你们在上台之前，最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先让你的整个脸的肌肉整个打开来。大跳好。平常我们就不注重嘛，好，那原来这个肢体语言是非常的重要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慢慢的表现要让表现出来的话，你的肢体语言、你的眼神啊、你的笑容啊、你的声音啊，还有你的动作啊，都是要经过训练，然后把它保持最好的状态，然后可以吸引很多观众这样子。比如说，你看你这边手上拿着环嘛，你可以就是环的地方可以，比如说举高，然后就是之类的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很华丽，打开，然后，对，你看哦，就是拿道具的那只手，一只手是往上，一只手是往侧边，对，哎，对，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这只手到后面，对，然后这只手这样子，哎，对。双舞台嘅按多按重要嘅东西，平常就舒服起来啊。經過習訓，三位大哥對舞台表演有個初步嘅概念。你正式上台時，熱得扎扎嘅多，而能嘅天先去熱照中心來此表演看啊。係認真按你當再個做一轉台北，同先生來學個簡單嘅魔術。練過呢舞台技巧啊，對哈，而且講正式表演以前，我哋來製造中心的正式哦，就講哦來下呢，教你正式用下呢哈。先一實習看啊。嘿呀嘿，我們到了。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你們好。我們謝謝你們好熱情哦。我們今天有3位魔術師要為大家帶來魔術表演哦。那我們先歡迎第一位莊大哥。大家好。这个叫做心想事成，大家等一下眼睛要去看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一个红球，对不对？先把它拿出来，我们这个盖子盖回去，用力吹回去。哎，好，好，演了。演了，来，你收起来了，你收起来了。那你吹啊？对啊，那換你有的功力好不好？对，站近一點。好，謝謝，請坐。我打開看看哦，來。哦，沒有。哇，厲害，把球吹好。厲害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表演的魔術是發大財，看着，空的，都空的，對不對？多少？1塊錢，放在上面，把它蓋起來。來，我們一起喊：發大財，發大財。好 ，OK。剛剛1塊錢，剛剛1塊錢哦。哦。5塊錢。最美嘅台灣小魔術，未運用得到大家嘅傳說，三位大哥家個有信心嘅，而能做起一個機會，也擺表演練習，每本新人呢看到過癮。哎，吹開了，見了，哎，哦，還不錯，我進來了，對不對？我又在我口袋了。應該講我真見天意拜有政策呢，好多本單天意拜表演過後啊，同泰國人能交流一下，想講韓做定用嚟改變，人能本單韓想講嚇，人能如看過嘅呢，在個表演一般唔咩，人能如會冇興趣嘅嚇，結果等到人能韓國有嗰種表演呢，嗰種慾望吼，為韓國互通會韓國多，啊人能咩感覺個強壯個刺激呢？我對於呢真正我上台嘅表演，如果韓國有自信，感覺講真的有越來越進步過多。剛剛表演
练得好吗？经过2日的夜体训，同3忙练来练，春末1到日都正式上台表演了。上台表演的正式服装没准备好诶，铁托魔术团都头一摆上台了。也平常就是给凯旭老师，你平常是表演的为首。等下呢，有一个10人的宴会，我们就是要表演给他们看哦。好，没有。老师已经睇第8等眼了呢。哦，有压力的哈。有啊，係正經嘅表演的哦。嗨，凯旭老师。上来啦。嗨，你已经帮我们准备道具了。在帮你们测试啊。哦，真的。对。老师，你对今天，因为今天是本来就是你的场子，对不对？你平常表演的地方。然后今天你的3位学生要首次登台，你是不是比他们还紧张？对，最后的结果呢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啦。成败还是要靠你们自己。你们有努力的练习吗？有。真的吗？有，都乌青了。哎呀，痛！你看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希望你们表演可以很成功、很精彩哦。谢谢老师的鼓励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去把衣服给换了。好，谢谢。换完衣服应该会更不一样。哦。他们刚刚我看完他们的彩排结果之后呢，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很厉害了。但是要让3位大哥从来没有接触魔术的状态之下，这么短的时间要能够上台，当然我们不要用太严苛的眼光去看待他们，我相信它会是一段很可爱的表演。會緊張哦，然後即點樣來？緊張哦，會有。刚刚彩排还是有一点点，會有一點瑕疵还是会压力瑕疵，但是你当场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掩饰过去。对，万一有什么不太对的时候，让观众以为说你就是故意的。对，加油！铁道魔术团，加油！加油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铁托魔术团第1次的登台演出。第1位，我们的招魔术师，欢迎！魔术师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今天要表演3条绳子。3条绳子，短、中、长。好。短的折起来。中的折起来，长的折起来。我们魔术师很酷哦，想要制造神秘感。现在呢？变3条一样的，厉害哦！应该剪过了吧？你还能变回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惜字如金的魔术师终于说话了。好，厉害哟！谢谢大家。狗手就会听。那我们欢迎第2位魔术师朱魔术师。还有道具哦。好，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？表演这个切手。第2个就那么紧张。是这个东西在这边，那我们这个小黄瓜，市面上都买得到的，真正的小黄瓜。好，我先来试试看。试试看，好。哎呦，切断了嘞，是真的刀子呢。对，这个可以切断。那我们请这个主持人帮我们找一个助手，好不好？找一个观众。观众要做什么？就切手。切手，你觉得会有人愿意吗？有敢一点的。有没有人愿意？有敢一点的。对。谢谢这位漂亮女生。小姐来愿意帮忙，那我们会防止她中途脱逃或害怕，把手伸走到不行了。这样子。还是我们就把它扣起来。这样子别帮我脱逃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小黄瓜放在这边哦。好，你会紧张吗？会怕吗？还好。
会痛吗？会痛吗？有一点呢。哎呀，不要怕哦，不要怕，这真的不要怕。哦，来，你要想想喽。你每次都成功吗，魔术师？以前失败过一次，但是我练习很久了，应该这次是非常的安全。哇！哦，那你不要害怕，你害怕的话我不会。来，高，现在我小红包都断了。哎呀，小红包断了，手没断呢，好厉害哦，耶！太乱拿回来。好，哎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欢迎第3位，我们的庄魔术师，欢迎。大家好。好。我今天要表演的就是环环相扣。哦，还有名字哦。哦，真的有听到哈，有听到声音，音是硬的哦，是金属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厉害哦！4个人都穿在一起了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两摆个挑战哈，对我来讲是讲一难得了哈，非常好，我感觉今天真的很满意。我为自己打分是大概80分了，应该可以了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好，所以觉得很满意，很高兴。满意度是在其次啦，但是我们还是说觉得很有意义啦，有了这种机会能够表演，能够让大家看到，然后我们增进我们自信心，这样子。这种表演是另外一种过程，人生的一种经历，也是相当完美的、完好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歡迎來到鐵口魔術團。看着，第1条、第2、第3，真的哎，3条一样长。失败过一次吧。我练习很久。大家好。金属的哦，没有错哦。绑助攻了。来，帮我盖上。不是太低，这怎么手跑过来了？好好的啊，我也还是好好的啊。有绑紧啊。下次再见。